嗰所读美术系其实就系算系唔去甲上爱的。那你讲咩正经？吼，啊，你对恁嘅志愿，你系什么艺术家安尼？啊，结果两位毕业爸有去告诉喏。就因为就按读后就看到，晨曦发展中心这个特殊教育，他们有需要这样子的人才啊。嗰样时啊，就想讲，从细到大，舞蹈班啊、美术班啊，还有运动班啊，还有TPA 嘅 TPA 班啊，全部就很多特殊教育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在学校里面都被规范叫特殊教育的这些班级，好像我也可以去认识他们一下。我那时候就是真的只是这样想，因为我就觉得，像画画是一种沟通跟表达，那这些特殊的孩子，他们没有像我们有这样子的语言的表达，那我觉得进入他们的世界，我觉得应该也是一种浪漫。唔该，他去之前就伫一群特殊的学生，因人的状况。我们家有一个糖宝宝，对，对，所以就会觉得，也是有一点亲切的感觉。那就是我们班的同学，他们没有办法自己独立做出这个。这个叫什么围巾？一个样比安嘞。对，然后就是，可是为什么会可以做出这样？是有透过一个辅具，还有一点像削铅笔机，就是老师把毛线围上去，然后同学们就是按像削铅笔机这样，就做的编成安尼冲一条。该做的去卖的哈。系啊，去义卖。